昂坪巴士站起步，經深經簡林到一樹波橫山徑，一樹波橫山徑頭段有點迷，接上一樹波脊後往上走，途中望向觀音山南崖，和獅子頭南崖，約650米橫移到閻王壁，此段路崎嶇難行。回望禪縫石，遠望西狗瓦，到達閻王洞。閻王洞可望到石壁水塘、閻王壁全貌。今日我們會正攀閻王壁。閻王壁可分為2層落繩，第一層手腳位薄，第二層起步欠手位。爬閻王壁最怕是爆石，到達壁頂望向狗瓦嶺，下望很企，逐向上攀上，往南岩棧道方向走，橫移的路途崎嶇難行，途中留影，到達山徑，下一站是錦鼠觀天，途經鳳悔台、人面石、刀片石，回望小鳥回頭，卡通鼠，南岩棧道轉入擎天峽，航拍錦鼠觀天，隊友已開始爬上鼠背，到我攀上，小心選擇攀爬路線，放了繩就更安心。再攀鼠背，逐攀上鼠頭，望向擎天峽尾部，從山路離開錦鼠觀天，回望這個打卡位，逐攀上擎天峽，來到擎天峽的尾部，回望錦鼠觀天，正攀尾部，有點濕，但不滑腳。下望隊友陸續攀上，航拍效果。婦人抱仔石，往上離開擎天峽往鳳徑落山，旁邊是天窗脊、天窗石，到鳳徑已開始日落，高青天能夠望到福田，大東山被夕陽照射得火紅，好美，天空越來越紅。鳳徑到伯公坳山。